大家好我係阿 wing 今日咧我試個爐頭，睇下煮得好唔好，影下滾個湯啦。咁啊皮蛋芫茜豆腐湯，咁啊滾嚟飲嘅啫。咁啊就跟住咧整呢個鐵板黑椒牛仔骨。而家介紹呢個咧就電動嘅膠黑胡椒，揀住佢，好啦，揀住佢自己磨嘅，自己轉出嚟。依家差唔多尾聲啦，咁咧我會試下呢度嚟拍片啦，同埋拍直播嘅，咁試佢睇下如何咁樣。多謝各位分享，歡迎訂閱 YouTube 阿 wing 頻道，有你哋嘅支持同埋鼓勵，我會盡量拍多啲好嘅片，俾我建設性嘅留言。撳埋個鐘仔，選擇全選，收看全部廣告，給我一個讚，多謝大家。喂，大家唔好走住啊，記得訂閱阿 wing 頻道啊，多謝大家支持。